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北投的温泉路有一场工地，当咧做老厝的途经，昨这个业主甲一个水电顾问到现场看这个防水的工程，但是一直无转去。业主的太太来报警，警察用手机定位找到工地去，最后是伫个上尾楼的水塔发现两个人昏倒伫个现场，讲是死伤侪迄个有机溶剂的非法气体，赶紧送病院来抢救。救有转来，真正是好哩佳哉！业主的太太有智觉，伫个关键时刻救着2条的性命。消防人员甲救护人员赶紧将人为工地甲赶出来，伊正痛苦，准备上救护车。来，左边右边 ，OK， 来这边，走这边，走来这边。还有一个伤患出来，救护人员唔敢大意，因为这2个人拢已经唔知人啊。暗时行底拢是警笛声，真的乡亲伫看。他们还有好像2个人还没出来，去楼层清算，才知道说在顶楼的水塔那边，就业主他们2个跟他的朋友倒在那边。公安意外发生伫昨暝7点外，台北市北投区温泉路一个工地，这里进行老厝的途经工程，姓杜的业主甲姓谢的水电顾问，当时伫工地内底为了防水工程进行勘验。姓杜业主的太太发现讲下班人乃袂转来，马上报案去找人。警方透过手机的定位，找到工地，发现2人倒伫水塔内。争取丈夫下班未归，恐有危难。经紧急定位，由辖区公民所派员前往定位点周边，锁定目标工地后展开除尘查找，并于顶楼水塔内发现卓姓业主及谢姓水电顾问。因现场没有使用通风换气设备以及相关的呼吸防护具，2个人在水箱内被发现昏迷，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置规则。现场测到的有机溶剂，伊的蒸汽浓度达到999 ppm。超过法定的规范要10倍，业者甲顾问送医了有恢复意识，目前还伫病院里观察。这个业主的太太紧急的报案，救到2个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